嗨，大家好，我是坦明叔。今天是2025年1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几个关于房企的新闻啊。首先是专家怎么看待房地产。最近这个无论是媒体还是中介都在渲染这个2025年楼市开门红。这个贝莱德首席中国学家、经济学家宋宇他说趁热打铁，两会前有必要进一步出台楼市政策。他说，刚刚过去的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面对内外部各类潜在冲击，2025年经济走向、政策发力的方向以及投资策略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点。这个贝莱德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表示中国今年有望实现5%的经济增长，但前提是政策有力落实，包括更积极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保持政策持续助推，才能稳定经济复苏预期。趁热打铁，两会前有必要进一步出台楼市政策，政策空间要用好，一线城市限购应尽快放开，房贷利率下调空间还很大，楼市和股市受宏观及政策基本面同时驱动他这个节目还挺长，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那从他的说法现在要趁热打铁，两会前马上要出台进一步的楼市这个政策，那给人感觉就是现在楼市效果不尽如人意，或者效果不明显。如果效果很好，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后面再出台政策，因为你没有什么政策可出了，除了一线城市放松限购，除了这个利率下调一点，你还有什么政策？就工具箱里没有工具了。现在就给人感觉这专家就是让你政府赶紧把那个工具箱里面工具掏空，一旦掏空不达预期那恐怕后面就是暴跌那现在因为你的工具还没掏完，现在你要紧着掏如果像媒体中介所说的，咱们2025年已经是开门红了，那你有必要火上浇油吗？有必要再出台政策吗？希望这个楼市再火一把还是怎么着？所以说这个说明目前这个楼市恐怕专家也不满意。关于这个解除一线城市的限购，这个经济学家马官员他又有看法了。马官员今天发了个微博，他说限购已经不是影响房地产复苏的主要因素，要不要全部取消一线的限购，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取消一线限购还不如下调一线的首付比例和利率，和全国一致就可以。现在影响房地产的仍然是整个市场的风险，特别是保交房和开发商的整体风险仍然没有解除，因为这两个风险没有解除，导致市场信心依然没有复苏，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仍然处在调整周期。这个马官员老师很有意思我记得他2023年天天喊着要解除北上广深的限购，对吧？一线城市要限购要解除，喊了一年，现在终于得出了个结论说限购已经不是影响房地产复苏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取消一线的限购对于房地产影响不大了。你看他现在是180度转弯他以前是天天喊着要取消北京上海的限购的，现在说取消已经不大了。是什么促使马官员老师发生了这个态度转变呢？我一直说这个你北京上海取消限购跟全国房价没什么关系，它反而会造成其他地方失血，叫一枝独秀不是春就是北京上海楼市再好，那也代表不了全国的楼市全国那么多城市死气沉沉的。马官员老师说他说现在影响房地产的仍然是整个市场风险，特别是保交房和开发商整体风险仍然没有解除。他说因为这两个风险没解除，导致市场信心仍然没有复苏，大部分城市房价仍然处在调整周期。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我觉得其他城市没有复苏，主要跟韭菜的收入有关系，跟其他城市的房地产下行的预期有关系，就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比如说3线4线城市房子卖不掉，所以他们还在调整周期，不是什么开发商要暴雷。如果开发商要暴雷的话，你买国企的没毛病；如果你担心这个新房会暴雷，那你买二手房。关键是这3、4线城市二手房它也不活跃对吧？保利在3、4线城市它也不活跃央企的，实际上还是需求不足，对吧？3、4线城市这个房价还是相对较高，就是相对那个3、4线城市的收入人均都不到4000块钱，你说你的房子卖那么贵，谁买得起呢？而且3、4线城市越来越没有投资价值，只有住的价值，所以买一套就够了。你房子盖多了，你当然卖不掉，没人跑那儿投资。你买2套房租不了，不好租，完了之后你房价还要跌，你说你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所以说还是韭菜的收入跟不上，预期不好。马官员老师作为专家对房地产看法也是一年一变的。我们再看这个福州的媒体报道说福州的楼市分化加剧，豪宅成交占据
50%的市场份额。2024年依旧是福州楼市艰难的一年，前3季度楼市成交低迷，虽然4季度开始在多重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成交量明显上涨，但全年来看，同比仍下降17%。从成交均价上看，虽然在部分高网签豪宅盘的支撑下，均价同比微降1.97%，但是打折促销的项目不在少数，降价风已逐渐从外围蔓延至中心和次中心板块。那这个说明这个福州的这个楼市啊，跟上海也差不多。福州楼市豪宅占50%，你想想，成交的主要是不差钱的有钱人买房，真正的那些对吧，韭菜买的房都在打折，没人买。上海也是这样，你看上海那个5000万一套的、3000万一套的，对吧？17、8万1平米的房子都是日光啊，一卖一开盘就没了，这是什么个场景啊？但是你看外环外，对吧？或者一些稍微远一点的次中心位置的，那新房也是卖不动啊，打折也卖不动啊。看样子啊，其他的这个省会城市也差不多，也就是说核心地带那些豪宅恐怕还比较好卖，也就是有钱人还是有钱，就是韭菜和牛马没钱，韭菜牛马赚钱不易啊。但是我们统计数据的时候，豪宅和韭菜的房子搁在一起统计，你就感觉好像那个新房价格涨了，或者它跌没跌多少，实际上它跌了很多。你看上海的新房价格2024年还涨了，不光涨啊，我们看啊，这个澎湃新闻报道啊，说新年多城土地市场回温，杭州单价地王记录3个月2度被打破，也就是杭州的那个楼市啊，已经出现火热的征兆了。它那个地王啊，3个月2次被打破，民企恢复拿地。2024年开始的土地市场回暖仍在继续，今年伊始，包括上海、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均出现高溢价地块，部分城市甚至出现地王。浙江省杭州市是国内土地市场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1月成交9宗宅地，仅2宗底价成交，其余皆溢价成交，保持近8年的宅地单价记录。3个月的时间2度被打破，杭州宅地单价的天花板也被推向5万元、6万元。1月24日，杭州市2025年的第3场宅地竞买活动，3宗住宅地块成交总额82.89亿元，平均溢价率为52.68%。2025年上海土地市场延续了上一年的热度，2024年上海土地市场走出独立行情，高溢价地块贯穿上海全年的土地竞买活动，30%的最高溢价率被打破，还拍出了全国宅地单价王。1月24日，上海2025年首场拍松江区的01到18号地块，吸引4位竞买人参与竞拍，最终保利发展旗下上海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经过51轮竞价，以20.52亿元总价竞得，溢价率27.93%，成交楼板价29425元每平米。除了土拍活跃度最高的上海、杭州之外，记者注意到2025年开年已有多地涌现高溢价地块。以杭州为例啊，这个杭州啊，2025年第3场宅地竞买活动，溢价率居然是53%左右，总成交额83个亿，这什么概念？杭州又诞生了新地王，楼面价都要6万多，那也就是你加上建安成本、财务成本、融资成本等等啊，营销成本，这个房子以后最少得卖8万、9万一平米。就是杭州的楼市就这么火热吗？这个到底是谁在里面推波助澜？你想想，杭州啊，居然卖8万、9万一平米，毕竟比上海、北京差多了。有网友说啊，那附近的地块楼盘价5万不到，你3年以后你要卖8万、9万，这什么意思啊？所以杭州啊，不愧是炒房之都啊。但是啊，谁买单呢？这炒房最后一地鸡毛，谁来承担这个损失？我们看一个视频啊。在杭州，像我这样10年积蓄被骗完的房奴不知道有多少。我是19年在杭州以2万2一平买的小户型，总共花了200多万，首付付了69个，跟银行贷了130多个，5.3%的利率，月供到现在还了5年，总共还了45万多。现在这房子是跌的不到1万6一平，我算它能卖个140万，账面就已经亏了60多万，加上贷款还的45万，里面80%都是利息啊，本金我还了就8万多一点，33万全部都是利息。所以如果我现在卖房按1万6一平卖，还完银行的120多个，到我手里现在就不到20个了。可我5年前是花了69万的真金白银，再加上这5年33万的利息买的这个房子，10年的积蓄全部蒸发，真的是可笑又可悲啊！关键现在能不能卖掉也得打个问号。问了中介说现在挂牌量很大，但是再问买房的人又寥寥无几。现在人都学聪明了，
不像我当时那么傻，不卖的话也很难受。5年快交了2万多的物业费了，买的又是毛坯啊，我这个价格地段也很一般，要出租的话装修还得再花几个大百，真的一言难尽啊。想想当时买的时候，网上那些大 V 中介都是信誓旦旦的说，杭州的房子怎么会跌呢？只会涨不会跌的，你放心买吧。现在回头看看，真的自己太蠢。你看这个小哥就是在杭州，在中介的忽悠下，就是这么忽悠的，买了房，现在是一贫如洗，被打劫了一样，对吧？10年这个辛苦都是白忙啊，是稍有不慎呢，对吧？你就成了那个耗材垫脚石啊。时代财经报道啊，说春节返乡置业地产商在打架，为什么打架？有楼盘买房送3万黄金，湖北、麻城、上海抢客，也就是为了抢这个返乡置业的这些客户啊，开发商都互相打起来了，说1年1度的返乡置业如约而至，楼市上演一场抢客大战。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随着春节临近，在各地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带动下，针对返乡置业的购房活动以各种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开花，如线下房博会、购房政策宣讲、购房动员、线上房展等，覆盖包括湖北全省、青岛、青州、桂林、成都、岳阳、定州、南通、山丘、茂名、乐山等城市。在这场楼市营销战中，房企纷纷加快脚步，而从业者也被裹挟至提前进场。一到阳历的12月，贵阳的资深房产置业顾问王松就进入了春节返乡置业的工作节奏，开发商比往年提前了，也就是开发商的这个动作啊，营销。过去1年，王松经历了创业失败，他开了一家分销公司，为楼盘卖房子。在贵阳楼市需求缩量的背景下，返佣率和公司经营成本高企，王松卷不过市场，公司只能关门。重新拾起打工人身份的王松与一众贵阳开发商都在等待着春节的救赎。当时间临近年关，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到家乡，或多或少地总能为家乡的楼市带来一波购买力。贵阳亦是如此。他说，今年春节，贵阳的开发商严阵以待，为了抢先将客户拉到自己阵营，开发商比往年更早的启动对楼盘和春节限定购房政策的宣传。当很多开发商都想到了这一点，贵阳返乡置业季开始的时间就被提前了1个月。作为一个人口净流出城市，春节对河南山丘的地产人来说啊，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特殊的环境之中，山丘地产从业者也感受到了今年楼市的些许不同。陈小凯是山丘某楼盘营销条线的一名员工，他告诉时代财经，和往年一样，时间来到腊月，楼盘就开始为春节返乡置业造势。不同的地方在于，今年大家返乡要比往年早一点，他们更快的进入状态。王松和陈小凯都希望借着春节大干一场，但过去1年市场持续不下行，他们对今年春节营销的成效也有些心里没底。今年返乡的民工啊，那是早了一点，但是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没钱，你指望着他们买房，那就看你这个营销楼盘呢，销售处有没有免费的茶点、礼物、礼品，否则他们连看都不去看。说开发商各出奇招抢客，楼市春节档转起来了。但是根据贝壳研究院的定义，从狭义角度看，返乡置业指的是在1线城市打拼的人返回家乡所在的城市，特指3、4线城市啊置业；而从广义角度看，返乡置业则是指在1线城市打拼的人返回家乡所在城市、家乡所在省会城市或者离家较近的新1线或2线城市置业。说今年返乡置业成色几何，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上海易居房产研究院副院长对时代财经表示，目前房价调整已相对到位，买房的性价比显著提升，因此购房者认购积极性也在提高，加上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优化以及保交房政策的推进，使得许多房子已经开始进入现房交付阶段，进一步提升了市场信心和购买价值。从返乡节奏来看，随着经济和产业的调整，3、4线城市反而迎来了新的机会。今年返乡人流增加，返乡节奏也在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返乡置业需求会在所在城市集中释放，尤其在学区房方面，4、5线城市优质学区房仍然受到市场高度认可，因此市场将继续保持积极的认购态度。不过，王松和陈小凯均反映，去年其所在的城市传统楼市旺季消失了，春节假期成为少有的客户集中到访的时间节点，现在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春节。时代财经留意到，为借助春节
节点，进一步促进楼市止跌回稳。无论是项目还是公司，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纷纷参与到春节档中。在河南的汝州，建业桂园项目与众银营销于1月2日签订了返乡置业军令状，以响应返乡置业热潮，向全年任务指标发起冲刺。位于四川绵阳的长虹朗悦推出了成功签约送3万黄金、3万元家庭度假基金等促销措施。而购买山西临汾盛唐公园的客户，只需要提供外地工作证明，就可以获得1万元的购房折扣。建发在贵州、贵阳的多个项目则推出认购报销、返乡路费、送车位等活动。王松和陈小凯均表示房企的营销手段与往年相比并无出彩之处，更有楼盘为节约开支而减少营销，更多的是采取进一步降价措施，把真实的优惠给到客户手中。返乡置业效果有温差，从业者压力山大。当下的房地产市场不同能级的城市仍然存在温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重点100城新建商品住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19%， 其中1线城市同比降幅较小，3、4线城市同比下降 22%。 当然这政府也在里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如此但是王松和陈小凯却心存担忧。据王松观察，今年春节贵阳开发商的营销政策力度和去年差不多，常见的有针对返乡置业客户报销路费、享受额外折扣、送全屋封窗、送车位、送家电等等，但更多的通过调低房价吸引客户，这也是最为有利的措施。但调价的问题在于，购房者的心理是买涨不买跌，很多投资客都不会入手房子了。王松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客户主要是非必要不买的刚需客，以及不缺那3瓜2枣的改善客。更多客户现在都清醒了，不管开发商给多大的优惠，对客户来说都是不痛不痒。他们反映钱不好赚，也觉得房价还会再跌这个说到实处了。核心是韭菜钱不好赚，然后韭菜认为这房价还要跌，我着什么急尽管王松12月就投入了春节返乡置业的工作节奏中，但截止目前他只成交了2套房子，这个成交只是往年的一半。说陈小凯的担心比王松更多一些。河南省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河南省流出到外省的人口达到1610万人，其主要来源地集中在周口、驻马店、信阳、山丘、南阳等地，其中山丘有178万人去了外省。陈小凯底气不足的原因是山丘去年第4季度成交不及预期，而在去年9月下旬，中央定调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以及多地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动下，多个热门城市第4季度的成交数据得到明显回升。根据山丘不动产交易中心数据，去年山丘全市商品房成交9824套，同比减少 48%， 而2023年山丘全市商品房成交18987套。今年春节的返乡置业客已没有往年的购房魄力，他们会比前几年客户更理性，会提前在网上做很多功课，要经过仔细比对才会做决定。尽管从业者心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他们也只能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大环境不行，这个返乡的这个务工人员呢，主要是兜里空空，然后明年就是春节完了之后去哪儿打工，在哪儿还能赚到钱，这个都是两眼一摸黑完了你让他去买房，只有哪一种人会买房呢？就是刚需刚的不行了，你没有房子就不行，孩子上不了学，或者结不了婚，或者相不了亲，这些人被逼无奈，他被迫要去买房。剩下的人他都在等，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个一定是从1线城市、2线城市、3线城市这么传导的，对吧？现在3线城市、4线城市人也在开始等，人家不急着买，对吧？都知道你这个房价现在恐怕稳不住，都知道你后面恐怕还有利好政策，我为什么早买呢？2024年这些农民工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赚钱那是非常难的，对吧？远远比2023年难。无论他是做早点，还是做保洁，还是在工地，或者他是在写字间里面当白领，哪个没有压力有几个人收入是涨的？虽然统计局给出来数字说可支配收入涨了 5.5%， 但是具体到每个牛马每个韭菜，对吧？很少有人感受到自己涨的是谁呢？涨的是那个马云，涨的是在上海买豪宅的一掷千金，对吧？3000万4000万豪宅随便买的，这些人他收入涨，但是你这个
个返乡务工，对吧？置业跟那些有钱人也没关系。这个中国商报啊，他也报道，他说近期返乡置业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不少地方和房企开启楼市春节档，纷纷推出春节返展会及返乡置业优惠政策，通过地方财政补贴叠加房企促销折扣吸引客户。中植研究院研究总监表示近期居民看房人数明显增加，未来半年计划看房占比 53%， 环比增加 4.5 个百分点，购房者信心回升，叠加房企营销活动，带动居民购房入市节奏加快。这都是唱多的啊！实际上我在昨天节目已经说了，这个外出务工人员呢，赚钱不容易，把自己的钱要看好，不要轻易的去买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买。当然你如果全款那就随便，有的是钱，不差这点钱，早买早享受。这个大家都知道经常说的消失的日本30年，或者日本消失的30年，我们经常不自觉的要跟日本去对比。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学家辜朝明他还出了一本新书，叫《日本20年萧条中的生存智慧》。他说日本在20年大萧条里面怎么样生存，就个人韭菜牛马如何在这个就度过这20年的萧条他说日本萧条中切忌过于乐观，把积蓄轻易花完了，或者高杠杆买了房子车子，结果突然遇到失业，很多日本人为此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你看看他说的就是乐观，对吧？把自己好不容易攒的钱赚的钱花掉了，或者是高杠杆买了房子或者车子，结果失业裁员降薪，一下就毁了。这个我在我的节目里面经常说对吧？为什么要保现金？为什么把钱要存工行？是一遍一遍的重复不要投资人不能骗你的钱，对吧？要尽快把债还掉，不要加杠杆，是要降杠杆。买车子，如果说你不缺钱，那你随便；如果你说你钱也是都是一分一分一块一块攒下来的，都是勒紧裤带攒下来的，对吧？那你就买个日本二手车代步，甚至都不用买车。你看看辜朝明总结的穿过这20年萧条，你得注意什么呢？太多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吃亏，就是他们很盲目，不知道前面就是深渊，他们是被动的机械的按照前面人的做法去做，到点上他就买房，到点上他就买车，到点上对吧？他该出去玩，没有积蓄把钱花了，最后不幸赶上失业，整个人就毁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今天说这个就是外出务工人员更是这样，因为他赚钱更不容易，攒的钱也不容易，明年在哪儿赚钱他都搞不清楚，这个时候跑去被开发商一忽悠，跑去买房贷款，这简直就是自杀呀！就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无异于自杀。所以我在这个会员节目里面天天都要说保现金、降杠杆、保工作。我们再看这个乐商根据这个每日经济报道说乐商2孩及多孩家庭买房每套奖补25平米，这个不错根据乐商发布微信公众号1月25日消息说四川省乐山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什么购房奖补政策实施细则。奖补分2类一是普惠奖补，在乐山市市中区、乐山高新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晚签备案的，给予每套3万元现金奖补。这个跟咱们提倡的发购房券有点像了，给3万元，我觉得这个力度还要加大一点。我不知道乐山的房价怎么样对吧？如果你的奖励能达到 10%， 不行，开发商也得来一份，对吧？你得表现出诚意让韭菜确实觉得你那房子便宜，对吧？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它第二种是特定人群奖补，在市中区范围内购买符合条件的房源并完成晚签备案的，农业转移人口每套奖补10平米，新就业大学生、新毕业硕士研究生、教师、医务人员每套奖补20平米，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2孩及多孩家庭、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博士研究生每套奖补25平米，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套奖补30平方米。具体他这个奖补几十平米，这不知道怎么算是说我原本买80平米的房子，你给我奖补25平米，那就变成105平米吗？还是说你这个奖补是补钱，还是补实际平米之后你怎么补呢？我看中的就这套房子，你难道在外面还给我接个25平米出来吗？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如果说他给你补贴25平米的钱，就是你买了125平米的房子，实际上你只要付100平米的钱，另外
25平米是政府给你。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力度还不小啊！你看看啊，总有地方政府扛不住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工具可用，那他只能是发购房券，只能加大优惠力度，是吧？所以2025年一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啊加入到这个发购房券、加大优惠力度的这个大军之中来啊！现在就看哪个地方政府敢于先发购房券，买房直接给你优惠30%。2025年咱们一定会看到，对吧？这样的政策出台。现在韭菜，尤其是优质韭菜本来就不多啊，就看谁先割啊，谁先割就是谁的。你这割的晚了，你都割不着，只能刨那个韭菜根啊。所以越是这样，作为韭菜买房就越要等，对吧？越往后啊，这个政策越友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